东山的田尾天圣湖，九龙七星平安进财桥，背面看哦，还可以看到学业进步桥，它叫九龙池啊。哦，那个字叫天圣湖啊，然后这边的字是九龙池。你看那屋顶有龙舟呢，屋顶有龙舟，然后正中央站着的就是指挥治水的大禹圣地了哦。你看，在这东山田尾天圣湖啊，尊称为叫护戒圣地，护戒圣地。是水官大帝、三官大帝里面。水官大帝哦，那个大匾的字音是泽惠生民嘛，德泽的泽，惠恩惠的惠，生命的生民，人民的民。哦，你看天圣湖兴建时的，天圣湖始建于壬午年，历经6载偏首之卒，于戊辰年回大陆谒祖，并举行出舰入火、安坐、过火城、登天门等，咸于壬申年又完成。五龙清华宫哦，那个字叫做五龙清华宫，也有5只龙的，你看那个剪联很漂亮，惟妙惟肖啊。上面还有龙舟的哈，正上方站着的就是治水成功的指挥治水的禹帝大禹。上方还有鲤鱼，你看，注意看到鲤鱼哦，左右也有鲤鱼，我看到3只鲤鱼了。鲤鱼公哦，在那个龙船祭典呢，里面鲤鱼公是那个哦，看水路的呢，哦，好像那个在前方探水路的鲤鱼公哦，好棒好棒。五龙清华宫啊，癸酉年大龙船哦，大龙船是屋顶那个吧？隔年吧，壬午来癸酉嘛，不对的，午来未又不是癸未，不是癸未呢，它是癸酉年的哦，不能不是隔年，不是隔年。癸酉年大龙船啊，乙亥年钟鼓楼哦，左右边的叫钟鼓楼，你看高高的那个叫钟鼓楼。壬午年九龙七星金鲤池哦，正前方注意看，九龙池就是九龙七星，金鲤池景观，九龙七星平安进财桥的平安进财桥，注意看九龙七星平安进财桥，九龙七星学业光明桥哦，从那边另外一边的就是九龙七星学业光明桥的庆典即登天门后108层钉刀梯还有这个活动，登上108层的钉刀梯的大法会登天门的大法会圆满礼成天圣湖管理委员会制现在录制的时间是中华民国105年，公元2016年，今天11月14号，农历丙申年11月15号，现在下午2点28分。哦，这里好多古物啊！你看那里看到烟囱，然后你看这个古代可能是大家族，你看你看那个房子一间接一间正中央大厝心然后左边右边伸出来叫春秋了，正中央有
中堂有供奉的神灵哎，那左右边正中央大柱是那里，左右边是房基，二房三房嘛，不是不是这样，正中央是神明厅。这好像一个人哦，正中央头部，然后左右边是肩膀，小丁，丁个头啊，丁啊，然后你看出来延伸出来的左右边叫做伸手春秋了哈，春秋呢。所以看那个墙壁哦，房屋的墙壁都各处的哈，它不是红色的砖呢，是白色的嘞。哦，粘土捏成那个砖哦，也比那个红色的砖还大块哦。哦，历史悠久。